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请教早，欢迎收看今日1月12日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来关心，明仔载就要登票啊！针对前总统马英九接受外国媒体访问的时，伊讲爱相信习近平，这个讲法伫选举进程是引起争议。侯友宜伫下暗的选情之夜，并无邀请马英九。侯友宜伫昨昏的国际记者会，伊嘛强调讲，准讲伊选调，伊任内未去处理统一的问题。因那民众党的郭文哲是表示，若是一开始就相信别人，安尼太过危险。民进党的赖清德是强调讲，九二共识这条路行到底，咱台湾就会和香港同款。花风新北的本命区车队扫街，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加强陆战要告票。10日早起，佮承办国际记者会，讲两话议题。侯友宜讲，若当选，任内未去卡统一的问题。在我的任内，不会触及统一问题。无论习近平是什么一个状况，我们自己一定要做好万全的准备。但前总统马英九相信习近平的讲法是引起大家的讨论。马办阁证实侯友宜选情之夜无邀请马英九，逢质疑咧插关系。侯友宜讲尊重党中央和竞总的规划。民进党的赖清德先得车队扫街告票，讲到过去8年执政的成绩真好，会在蔡总统的基础上继续来推动台湾的经济发展。伊嘛上准马英九相信习近平的言论来发动攻势。赖清德讲历史已经翻开新的一页，已经被习近平多次公开定调为一个中国原则、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换句话说，9·2共识这一条路走到底，台湾就跟香港一样啦。你说要相信谁？要相信自己。更重要的是要让自己值得自己相信的。台湾自主，两岸和平啊！但是没有说一开始要先相信别人了，这个太危险了。民众党的郭文哲到新北车队扫街，针对找到国防部发布国家级的警报，但是英文说出错。郭文哲认为讲，政府登基以来，就是逐工拢伫咧应付新闻，毋是在解决问题。伊讲政府无可能无做毋到代志，但是重点是要有反省改进的能力，检讨问题，而且找到解方。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副总统候选人，昨昏民进党的萧美琴是去屏东陪立委候选人拜票，是发出对屏东开始拜六拍赢选举。民众党的新营是伫双北拜票，强调民众党会解决少年人薪水上低问题。另外，国民党赵少康伊是去参加交保的造势，针对马英九讲爱相信习近平这个讲法，赵少康搁一摆强调，马英九的言论无代表侯友宜。甲支持者握手顶向称呼力，歌戏团也上挂着有祝胜选。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萧美琴在一路兰屏东陪同自家2位候选人扫街，因为最近天气寒冷，萧美琴也无袂记得爱支持者注意穿较少的，也讲要为屏东开始毋望会当赢伫拜六的选战，台湾袂当行回头路。咱拜六互美德赢台湾，台湾赢得美，大家为台湾做伙打拼，台湾加油，大家加油，屏东一定要赢，潮州一定要赢，好不好？支持者有话口号，国民党赵少康出席交保造势场合，虽然甲前总统马英九先后到场，却无共台。对马英九外国媒体专访嗲议论，赵少康做公亲，先表态马英九言论，无代表侯友宜也公告马英九的用意是两岸爱有善意。总统，我想他的用意是认为说，两岸之间要有善意了你这怀疑过来怀疑过去，那还怎么谈呢你不能够完全不相信习近平，但是你也不能够完全相信习近平。针对郭文哲批评国民党不起步不加走回立无，赵少康也反击政治爱回到场，爱郭文哲将话讲清楚。民众党王金阳想要车队扫街，对郭文哲猜测广告民进党的幕僚组队比阮的较优秀，我今替讲话讲家己的团队非常优秀，也广告政治工作人员拢真少年，应该爱注重解决青年加薪问题。
最重要，我是觉得说这些许多的政治工作者都是相当的年轻，那我觉得这个长期低薪的问题，是必须要解决的。英国传出吴欣盈到英国读硕士的学费813万，是由成功人寿附小，也互金管会裁罚，也无放伫选举公布，方执期无毕业。吴欣盈强调，只是抗上新的最高学历。记者综合报道。同齐来关心天气，今日透早，新竹苗栗敢若6度7，气象署有针对18县市发布低温特报。咱同齐来看分图。日时，强烈大陆冷气团会豆豆仔减弱，严格透早受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各地温度拢真低。上低温是出现伫新竹和苗栗，敢若6度7。气象署嘛针对18县市发布低温特报。早起天气也是较寒，严过日时开始日头出来，各地就是好天到济云的天气。敢若伫东部、东南部、恒春半岛有低渐雨。明仔载拜六投票日天气会真好，天气嘛真稳定，只有东半部有30-38雨。明仔载透早低温按算是11度至15度，若北部、东半部高温有21度至25度，中南部高温23度至26度，严过中南部日时暗时温差较大。伫旧历过年之前，有选举有买个活动较济，天气即马阁反寒，新冠疫情阁压起来。疾管署即马嘛预估讲，伫过年前1礼拜疫情会上严重。基层医生即马建议民众爱趁即阵赶紧去注意风险，因为到时这新冠病毒、流感病毒、呼吸道的病毒，恐惊会做伙流行。诊所内底统拢是病人，因为最近有冷气团加上买鸡自餐，选举造势等等活动真济，人聚集阁无法度保持适当距离，袂少人破病来看医生。有在上幼儿园，所以有时候都很容易会有一些感冒的症状，所以昨天才晚上开始有点发烧，所以今天想说先带过来了解一下这样子。红痛、咳嗽、有痰。昨天不舒服，今天就来看的啊。根据疾管署监测发现，新冠甲类流感疫情继续窜悬。今年第1礼拜，因为类流感看医生的就超过12万人，创近10年来同期的新冠。新冠顶礼拜也增加515例本土并发症，48例死亡，也是4个月以来新冠。基层诊所医师提醒，莫叫是病毒离咱真远。农历春节特别到位，人甲人接触机会增加，恐惊是新冠、流感加呼吸道融合病毒3病毒并发的时阵。新冠的病患似乎是在增加当中哈。那以我们诊所为例哈，我们本周开出的抗病毒药，是这几周以来哈，就是大概这2个月来最多的一周。疾管署提出警告，类流感加上新冠相连结局，有过农历春节前1礼拜疫情会达到高峰，而且过年了还有另外一波。呼吁符合注疫苗资格民众赶紧去注流感疫苗、加新冠 XBB 疫苗，这样避免感染了后并发重症加死亡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甲乡亲，咱做回来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主计总处有公布去年前11个月经常性薪水平均是45457块，年增率是2.45%。也毋过台调物价因素了后，实质经常性的薪水其实只是年减0.02%，已经连续3年拢是负成长。也毋过制造业加班的工时有咧增加，显示制造业的景气有咧回升。继续来看联合报。中国有几内省市，即马最近是传出讲要暂停中国学生来咱台湾读册政策。海基会嘛，正是讲即马包括吉林、也有重庆、陕西、广西这学校拢有做出相关的规定。啊，不过咱台湾的学校这边并无接到对方的通知，后续的安怎变化爱个观察。来看中国时报。伫选举之前，有美国、澳洲、海外华人组自媒体观选团来咱台湾来观察咱即届的大选。另外，美国这边有资深的官员嘛对外宣布，美国总统拜登伫咱台湾选选会派一个非官方的代表团来台湾访问。咱国防部伫初9有发布国家级的警报，这个简讯即马互在野党质疑讲是国防部在介入选举。国防部副部长有背回，行政院院长陈建仁伫昨昏嘛支持国防部发简讯的这个决定。也若中国伫昨昏阁有发射2架卫星，也毋过拢对咱台湾并无影响。
中国在2度发射卫星火箭，官媒央视宣布按甘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港黄海发射，这是中国头届为海上发射卫星。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使用引力1号遥1上夜运载火箭，将搭载的云遥1号18到20星3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 飞行试验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国防部讲严厉掌握中国2届发射卫星，对台无危害。不过针对吹到中国卫星火箭偏离航线，国防部头届发布国家级警报，若中英文误用，各有改选的证据。部长邱国正亲身伫行政院会报告，但建议肯定国防部伫短时间发出警告信息。若讲这是改选，真无公道。此次有心人士将他们贴上竞选。 操弄选举的标签，不但不公不义，更是不负责任。我要再借这个机会呢，特别来勉励我们国军弟兄姐妹，大家放宽心，不气馁。是我对我们这个指挥官啊，我报以同情。我觉得国人对他太不公平了。但建议指示要持续优化警告系统，外文用语要准确，嘛要同时阵向民众做风险沟通。国防部副部长毕鸿飞，搁较是情绪激动，捍卫国军，反驳改选论，讲指挥官第一时间通知部长，同意了才发简讯。中国的飞弹卫星，咱都会当掌握，不过吹到的火箭路线和美国公布的差相远，国军一定行政中立。他24小时守在洞里面，我们绝对是中立，绝对没有任何界限。这一点。 希望不要再给我们国军贴标签。我们这些国军是一个能够勇于负责的国军，是对抗中共强权恶势力的国军。国防部讲，日本面对北韩的威胁，警告系统嘛直直咧修正，未来会事先公告，针对影响安全的地区通知民众。因为卫星偏离航线的原因，经过国安高层研判无政治企图，要严格认定。选前中国居然嘛继续了台。 军方侦查到中国军机15抓，军舰4抓，各有3粒空飘气球，其中有1粒飞过台北。国军拢有严密监控应处。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咱来关心太平洋岛国巴布亚纽几内亚首都伫7月10日时发生暴动，原因是安全部队的人员发现因的薪水封口啊，转引起国会发起抗议，有人趁机会放火佮抢劫。 尾也有造成上报16个人死亡。当地政府已经宣布首都进入14天的紧急状态。伫暗暝见着到火烧甲真美，互人看甲真着惊。走路伊原言看到真侪人趁乱抢劫点头。太平洋岛国巴布亚纽几内亚实在发生骚乱，真侪人去街路放火抢劫，造成10多人死亡。 48 years of independence, I can't recall in my lifetime seeing this level of devastation in a single day event. It's just senseless, it's unacceptable, and we just need to have a really good hard look at ourselves and challenge to how we got to this place and what we're doing to make sure we come out of it pretty quickly. 代志发生时，巴纽安全部队人员发现，最近一摆薪水接受金额减少，不满遭到无有竞减薪水发起罢工，佮去国会抗议。结果首都莫斯比港马上陷入混乱，几点钟了后，佮拖到北平差不多300公里的来程。巴纽总理马拉佩宣布，首都进入14天紧急状态，佮派出超过1000人的部队介入维持治安。然后马拉佩也将警察署长、财政部长甲真侪高级官员停职。佢表示，政府会调查这个暴动原因。 We look into where that organization and where that support came from. Full administrative as well as criminal investigation will take place. We'll go through this one. State of emergency will be under the command of Deputy Police Commissioner, now Acting Police Commissioner Yamasumi. 英国的澳洲总理艾班尼斯表示，密切关注巴纽情势。目前还未接到巴纽政府要求协助平乱。中国外交部是指出，这动乱造成2个中国公民受轻伤，而且有真一间中国人开的店被暴民抢劫。公司新闻陈伟仁报道。伊纳国际法庭11日时是针对南非控告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犯下种族灭绝罪举办公听会。 南非认为以色列对加沙地区的攻击，这是要让巴勒斯坦人有种族灭绝的意图。也毋过呢，以色列是颠倒指控南非讲因是假先，佮爱讲白贼。南非希望这条法院命令以军在加沙军事行动紧急停止，控告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犯下种族灭绝罪。Israel has a genocidal intent against the Palestinians in Gaza.
The intent to destroy Gaza has been nurtured at the highest levels of state. 以色列反抗叙利亚也门有数百万人遭到杀害，或者是离开故乡。哈马斯有关南非各地都会的。 ארגון טרור שביצע את הפשע הנורא ביותר נגד העם היהודי מאז השואה, ועכשיו יש מי שבא להגן עליו בשם השואה. 联合国主要司法机关国际会议11举行，南非控告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犯下种族灭绝罪公听会。南非驻荷兰大使马东塞拉表示，这样是因为以色列种族灭绝行为甲后事，包含伫加沙75年的种族隔离、56年的占领甲12年的围困。亲像前东救济工程处加沙事务主任所讲，这种围困是百姓定别杀手。以色列外交部指责南非所提的指控是戏规甲白炒会。 美国白宫也表示，种族灭绝指控是无什么根据。公司新闻恩文玲报道。所以，咱来关心中欧的国家波兰伫政党轮替了后出现政治恶斗。波兰的内政部正副部长伫总统府内底互警方掠去，因两个人即马伫家家内底绝食抗议。主张右派民粹主义路线的法律正义党。 调集将近200个示威群众，吹杀组织伫华沙国会大楼门口抗议警方按总统府移监2个前政府官员逮捕入狱的事件。But these jailings are illegal. They are political prisoners in Europe. So we have war in Europe, and now we have Tusk joining the club of Putin and Lukashenko in Europe. This is scandal. 法律正义党时代内政部长卡明斯基甲副部长瓦西克，去年选后，法院裁定要为2007年领导反贪污办公室的男官作为服刑2年，双人互控告撤回假贪污案，陷害一个高级官员的名声。不过卡明斯基认为伊无解释，拒绝承认法院的判决，讲总统杜达伫2015年已经甲因2个赦免。嫌因2人拢是法律正义党。 伫警方去因的徛家要执行逮捕令的时阵，主动邀请卡明斯基甲瓦西克进入总统府内的杜达，吹杀召开记者会，讲对事件的发展感觉真着惊，表示对因2个人互放出来，无就誓不甘休。Chcę Państwa zapewnić o jednym. Ja nie spocznę w walce o uczciwe, sprawiedliwe państwo polskie. 新联合政府的总理杜书记随后嘛召开记者会，讲总统使人无法度相信，强调一定要尊重法院的判决。暗中指总统杜达伫协助一寡人盗闪正义。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俄乌战争也战袂煞，乌克兰的查甫人、男性拢爱上战场去烧战，嘛造成因国内欠工是欠甲真食力。因为政府即马为着要解决欠工的问题，是甲对苏联时代以来禁止女性做去探空做事的即个禁令已经解除啊，嘛互乌克兰的女性头家有机会会当去探空做事。伫探工无啊穿装备，即几位乌克兰女性。 正传要落去炭坑内面工作，因为俄乌战争，真侪男性拢去做兵烧战，正欠男性的工人，所以本来查某人拢袂当入去炭坑，第一遍有女性落去内底工作。Пам'ятаєте, як перший раз спускалися? Які у вас відчуття були? Пам'ятаємо, трошки було страшнувато, але дуже цікаво. Дуже цікаво. 当地自苏联时代以来就禁止女性落去地下工作。 这项禁令伫战争爆发了，政府改解除。克里斯蒂娜的故乡离前线100公里，常常受到俄军的飞弹攻击。但是为了头路，伊克服恐惧，甲妈妈甲4岁后生留伫咧厝内。5个月来，一直伫咧地下470公尺深的所在做技术员，操作一款小型的电动火车，甲工人送到离电梯井4公里深的地下煤层工作。 Ми розуміємо того, що наші хлопці позабирали на фронт, їх треба підтримувати. Ну, нема кому працювати. Зараз в шахти пішли дівчата працювати. Ми не можемо залишити це все і піти там на другу працю і залишити хлопців. Треба допомагати хлопцям, які знаходяться на фронті. 乌克兰进前有欧洲上大的煤炭工业，不过自从苏联解体了，煤炭工业已经衰退了几60年。这间苏联的能源公司 DTEK 讲，因本来有2万位炭工，但是有要甲3000人怎么去前线作战，已经有42个人不幸战死。怎么来逮捕乌炭工作的女性有400人，占所有炭工的2.5%。公司新闻新乐配编译。
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为着要协调以下的冲突，有去阿拉伯国家访问。伊表示，眼前有2条路会当行。第一，就是这个所在的国家和美国提供安全保障甲承诺，嘛互以色列加入，互巴勒斯坦会当建国。那另外一条路是继续看恐怖主义甲伊朗支持的哈马斯，还有也门的叛军黎巴嫩的真主党继续乌白舞。来看咱台湾的第三进程，华府有表态反对外部来干涉咱这届的台湾选举。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按算伫12个时会伫华府和中国中央对外联络部的部长刘建超见面，会警告中国唔通利用这场选举破坏和平和稳定。继续关心菲律宾的总统小马可仕的大姊现任的参议员艾米马可仕，伊讲美国的海军最近有伫夏威夷的珍珠港运送3900万加仑的燃料送到菲律宾的苏比克湾。伊是怀疑讲美军是为着要应付台海局势，那美国是证实讲确实有送这燃料，不过有强调讲这是定期的运送。镜头等下咱讲来关心选举特别到啊！伫红头市，因为最近天气无啥好，加在有条客轮，即马选票已经送到位。另外伫台东有3个投开票所，只有1个人投票，所以呢，这3个投开票所一开票就当随知影结果。也那伫台南的永康一个安南区，因为选票数量伤济，佮爱出动点钞机来斗3工。将一箱选票送上客轮，因为过2天就要进行总统甲立委选举啊。台东离岛南市最近天气无啥好，飞人机客轮陆续取消。若是民众真歹返乡投票，连选票运送也是有阻碍。好在选委会紧急协调，安排客轮21早起将选票送去南市。所以今天知道这个有加开这班，所以赶快来啊。对，你是第1次手投吗？第2次吧。第2次了哈。其实投票还是很重要了哈。对。离岛地区本来就是天候的因素，会影响很大啦。是刚好这几天的风浪又很适宜航行。想要投票，那是离岛困难。台东的山地乡也出现情况，因为人口结构特殊，全县236个投票箱中有5个票箱，只有1张选票，这位选民投予什么人开票都随见光，所以有2个人申请到附近的投票所合并，不过最尾也是有3个人维持伫原本的投开票所来投票。等于有5个符合这个异动的标准，但是我们只有2个他同意异动，3个投票所，他虽然只有1个3地原住民哦，但是他为了考量他投票所的方便，他不同意我们异动。其他选票控制区机器开始运作，台南安南区公所出动点计票机来清算选票。安南区这次一共有16万5千多张选票哈，那这次的点钞机一共出动了25台左右。那今天的工作人员呢，我们出动了超过40人。台南市即摆有158万名选举人，其中安南区有16万多人，永康区有19万多人。所以选务人员自早起8点半开始进行点票，以点计票机来辅助公共手段相同确认。警方也会伫护票，12会由投开票所的主任管理员甲主任监察员分配到公所点算，完成投票所报道。记者综合报道。明仔投票日，除了头一届投票，咱台湾20岁少年家，也有一定是对香港移民来台湾的香港人，总共有摕到咱台湾的身份证，伫即届嘛会当去投票。因有真侪人拢是当初经过反送中运动，看破中国的一国两制，才选择来到咱台湾重新过日子。因讲台湾人会当投票选总统，决定咱家己的未来，这是真宝贵的权利。拜六就是总统大选投票日，这外国媒体拢真关心，尤其前总统马英九吹白接受德国之声专访，讲到两岸议题，伊认为台湾无应该用武力方式来应对两岸关系，要相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伊的言论引起真侪讨论，含台湾有30年渊源，已经对香港移民来台湾的台湾香港协会理事长表示，听到这话是感觉真担忧。香港情况现在是人权、法治非常堕落，经济也是沉沦。香港已经不是以前的香港，就好像自己的原乡完全消灭掉，而且我也不知道哪个时候才能回去。
那台湾要不要走上这一条的不归路？这个是台湾生死的抉择。所以我觉得，当这个国家的领袖应该要拿出这个魄力，要跟中国说不。桑普认为，台湾有民主的选举会当决定家己的未来。伊无希望台湾嘛经历2019年反送中运动的悲剧。伊讲有侪香港人拢是看破中国承诺的一国两制，才移民来台湾，受到民主的保护，重新过生活。另外，今年嘛有一阵头一届参与投票的香港人，亲像1990年伫香港出世的邝俊明，都是经历过反送中了后移民来台湾。伊嘛摕到咱的身份证，正做这届另外一款的头一届投票的族群。对于中国的想法，他们透过一些这样的文化的包装，或是一些比较所谓的潮流的包装，会让他们看起来没有那么的无害。可是，当大家对于中国的警戒心因为这样一直在放下，慢慢的放下，降低的时候，像如果我们在提出要抗中保台，大家对于这件事情就觉得很刺耳。这是我们作为香港有经历过香港统治的过来人来说，是认为台湾社会很需要面对的一个危机。邝俊明嘛提出家己的观察，认为台湾人着对中国各种文化包装影音传播爱搁较没切咧。伊指出，中国用这寡看起来和政治无关系的物件在渗透台湾，毋望降低少年家对中国的戒心。伊认为这是台湾上大的危机。伊嘛毋望透过政治参与，会当互台湾的民主政治听到来自香港的警示。记者卢尚如、谢桂林台北报道。伊若选举除了两岸议题引起关心，两岸议题嘛有真侪讨论。咱台湾对国际卡步已经定出2050净零排放这个目标。未来咱要安怎调整咱电力的结构？再生能源也未稳定进程，敢要用核电？三个总统候选人嘛拢有提出因的政见。企业代表接下碳权首告证明，代表2024年台湾进入碳排有价的时代。因应国际2050年净零碳排，企业排碳可能会互人收碳费、扣碳税。要安怎做到减碳，阁袂欠电？即摆选举能源议题也真侪焦点。民进党国会台主张，现主时热能发电也无稳定，核能袂使停。因此，我主张核三先研议的核四尽速提前再决定下一步净零碳排放的目标之下，最近在 COP28 有22个国家发表说，以2020为标准的话，到2050希望它的核电是增加3倍。也若民进党赖清德是主张，伊会遵守法律甲公道的结果，照时间放弃核能发电，互台湾伫2025年进入非核家园，建立一套碳交易的制度，同时推动再生能源法律规定，2025年核能发电厂第三厂第2个机组一定要在2025的年中能够除役。不过，国民党好友议认为，核1、核2、核3厂安全无问题，就继续运作；核4厂推动停放。核1、核2、核3。在检查检修安全无虞底下，重新运转。核四，我成立一个核四总体安全审查委员会，在安全无虞底下推动重启。根据国发会的规划，2030年台湾的碳排要减少24%左右，但是这个目标，互民间团体认为无够积极。另外，虽然经济部讲台湾2022年再生能源发电占比头一摆以8.3%坐过核能的8.2%，不过现主时间就通放弃核能发电。在气候快速变迁之下，未来总统安怎决定国家的能源结构，各界拢当咧关注。记者郭敏谢桂林台北报道。在地新闻来关心台中西区向上路一栋大楼的地下停车场，昨下晡是传出机械车位压死人的意外。有一个驾驶在用机械停车位的时，伊颔棍去互压掉咧。警消赶到现场，赶紧破坏设备，嘛甲人赶紧送病院，也过尾救无回来。这只小客车当要入去地下室的机械车位，头一摆角度念着煞驶袂入去，驾驶落车看看了，搁再上车。即个算哪像搭着油门变加速，即中间伊阁甲头探出来看，可能是安尼煞好压伫车含机械车位的体格。不知道是车子移动还是东西下来，然后夹住，就是因为整个人被夹在车门旁边。警消接到通知，赶到现场，用破坏器材把姓杨的驾驶救出来，不过已经无性命。
送医急救了宣告死亡。意外发生伫10日下晡2点外，台中西区向上路一段，这栋大楼的管理员讲，机械车为东港在保养线尔。这机器都没问题啊，我们都有正常在维修。管理员讲，死者是大楼的住户，对操作应该真熟练。维修技术嘛来现场查看停车位敢有故障，初步检查了讲运作拢真正常。车台已经到位了，他自己开车的话，自己不小心爆冲还是什么？所以是那个机械本身没有问题，机械车位都没问题。原警到场之后，经查驾驶人黄姓女子约70年次颈部遭夹伤所以立即报案处理。消防队到场之后，以破坏气场、破坏驾驶座并且救出黄女。警方已经通知家属，若到底是机械的原因，还是驾驶操作无好势，致使发生意外，警方还要进一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是有民众伫2021年底骑奥多摆伫大路的时，因为路保平，转去跋跋倒，一摔甲脑震荡、骨折个挫伤。家属是起家去告政府，要求国赔。反映伫去年底嘛判高雄市府爱赔5万外。路虽然平坦坦，毋过有土条顶坡的新热。高雄高铁路这段路伫2021年底，因为路碰起来无平，致使骑机车的李小姐累残，车歹人脑震荡，倒平面骨、正平下颌骨锯去，还有几若大挫伤。他会觉得说我们是在骗人啊！我说我一个女儿摔成这样，不是要你赔多少钱，就是你可以真的是去现场看，然后把它复原。路边头盖顶坡阁铺无平，后小姐不满用工处态度无好，凊彩破破咧，提出告诉要求赔偿40万。高雄简易庭照事故现场图再事证，甲包商作证讲，事后有做路面铺平作业，认定管理有缺失，不过技术嘛有8成责任，市府爱赔5万外。道路状况已有所变更，且当事人亦无提出相关佐证，为求慎重，才针对当事人所称之疑似位置进行开挖，以厘清地表有无管线或杂物。监委局讲，包商恶路是要调查事故的原因，无同款是道工处拥有的主管通港路、脚踏车路，去年10月嘛因为路无平，害铁马来累残。在那个自行车道上面，它有围了不想让汽机车进入的时速柏油路，就是已经裂开而且隆起，所以当下自行车的前轮在压到之后，我整个人就是摔飞出去。骑面骨转去，身躯全是伤，但现是因为家己累残无报警，要过过无2个月，10号下晡空骑原在，而且碰了真明显，看起来深跨度拢有4公分以上。监务局讲，已经派人去现场勘查，会赶紧甲路面整备，确保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进前有高中生伫学校内底封挂颔棍死亡的案件，就网络红人伫美国的广场看见2个涉案的少年家囡仔的相片，即马伫新北市的5股嘛有，是出现一个看板，这嘛是民众家己开钱做的。毋但有这2个少年家的相片，顶头阁写人神共愤，法不容。法务部是表示，甲这2个少年囡仔的相片公布，这款行为已经违法，毋过要由地方政府去处理。户外看榜是加一个新广告，挂起来才无几工，顶悬干那人伤无名，写7个字批评讲人神共愤，法不容。这是周先市家己开钱来登广告，针对的都是新北市高中生挂颔棍案涉案的2个少年少女。以一个父母来讲，假设是我的孩子的话，那我是多痛心的事情。我们对这个小孩子不良行为我们予以谴责，可是最后面是这个事情发生了，要怎么样来避免？洪公开这个少年疑似是替少女来出一口气，涉嫌伫学校摕刀来攻击共校的学生，落尾造成死亡。对目前小伤人伫美国订2个人的头上看榜了后，周先是嘛伫5个挂广告看榜来声援被害人。但是新北地方法院捌讲，散布涉案的少年的个人资料已经是犯校事法。这摆订广告敢算是逼出人的个人资料？这个少事法上面的83条，它写得很清楚啊。法律没有修之前，不行就是不行。而选法的规定也规定得很清楚。我们社会局当前首要之务，都在全力协助我们被害学生家属相关需求啦，并无受理其他会协助家属的事项。
虽然中央讲行为已经违法，但敢要甲罚主席是伫个地方。法院嘛讲，由主管机关照权责来处理。主席机关新北市社会局敢若讲，目前并无受理其他毋是协助家属的事项。案件发生较大，至少已经过半个月，两个涉案人虽然方收容，不过规个案件嘛是少年法庭在调查当中。现在都已经进入司法程序了，那家长不方便讲什么。现在很渴望知道的事情，就是在法律的层面上可以勿忘勿重，可以早点厘清事实的真相。民众是自发性的登广告，被害家属是无加回应，只是讲案件较大，还未移送去检方遐，对相关司法侦办的进度嘛不免互人质疑。只希望会当较早厘清专案的真相。记者综合报道。身躯无扎现金，无扎钱，嘛会当买物件。毋是用现金支付的这款纳钱方式，即嘛是愈来愈时行。根据金管会的统计，去年1月至11月，旅卡金额年增率是21.66%，这是创下同期的新高，而且已经超过2012年规年旅卡金额。金管会嘛，伊讲去年规年这旅卡买物件金额有可能会超过4条。金管会公布，到去年11月底，国内有32间信用卡发卡机构，总流通卡数有5796万张。无论11月旅卡金额，或者是前11个月旅卡金额，拢创历年同期的新高。在去年从1月到11月，整体的累计签账的金额呢，是3.8兆元，那大概就是3兆8403亿元，这个已经是创历年来的一个新高啊。那这个我们也很乐观的期待，再加上12月的部分呢，应该是有望可以突破4兆元。在电子支付机构市场部分，到去年11月底，电子消费总使用人数是2679万人，外国伫代收代付的金额各创历史新高。代收代付的这个部分呢，它单月的部分呢，也是历史的一个新高哦，就是154亿元，这个是历史的新高。另外，伫电子支付当月代理收付金额的数字是1462亿，这是同期的历史新高。现时民众也愈来愈接受用电子支付的方式来支付相关的交易。记者综合报道。中国重新恢复咱台湾的往来适客甲石斑进口，也毋过往来这部分也无消息。目前农业部是继续辅导农民外销，也毋过今年有调整时间，甲外销季底2月延长到3月。另外，奖励措施嘛有调整，是调降外销到亚洲的奖励补贴。农民团体表示会当理解政府的做法，也毋过也是真希望政府会当协助因拍开其他的市场。都因为去年2月天气冷，往来口感较酸，品质也较无稳定，造成外销量比前一年减少1成8。今年农粮署宣布，往来外销季延后1个月为3月份开始，有希望品质更较好。那今年也是同款有奖励措施，也毋过针对亚洲市场，海运空运奖励补贴，收费每公斤4块，降到2块。那相对在通路上也很顺畅。所以在获利的空间也比较充足的情况下，我们也是逐渐让我们的一些贸易商呢，他们能够自主现货。那政府只是在协助的部分来给予帮忙。那其他像提供产销履历、赞帮等奖励措施，甲以前同款。那今年也注重辅导农民伫航海上的风地，希望会当降低数字往来的混奖比例。对此，农民团体表示会当理解调整奖励措施，也毋过希望政府会当多协助开拓其他新的市场，也期待中国会当重新恢复数字台湾往来。解禁的话，应该是每个农民都希望解禁的，等于又多一个可以出口的地方啊。当然是希望多一个买家，总比少一个买家好嘛。经过中国境运风波，往来农民表示，伫航海风地也做真大的努力。农粮署表示，最近几年外销往来，包括产品管理、物流运输到冷链，拢有建立 SOP， 希望除了青果出口，也会当将往来加工品推广到国外。另外，外界无看好今年外销市场，农粮署表示会继续多环辅导，稳定绩效。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咱镜头来家人。经过1年的整修，超过100年历史的家人灯塔已经对外开放。那会当入去内底参观，佮会当用手机啊 APP 来互动，来了解家人灯塔故事。交通部航港局是希望透过家人灯塔，会当串联家人港附近的景点，建设一条完整的港边旅游路线。
白色的灯塔徛伫基隆港的原点，以早为讨海人指引方向。即马经过1年的整修，基隆灯塔车闸对外开放。基隆灯塔起伫1900年，超过102年的历史，会当看到规个基隆港的风景。即开放就请在地人来参观。进前这其实无开放的时阵，我无捌来过，只是讲拢杂草丛生呐。啊，即马用甲足水的，变做连顶悬哦嘛用甲真水，所以其实徛喺顶悬了，你居高临下迄个视野哦，那个很舒服。嗨，大家好，我是灯塔职人阿手，欢迎来到基隆灯塔，这座全国最繁忙的灯塔。用手机 App 扫园区内的图，就通以虚拟人物这款互动方式了解基隆灯塔的故事，也通知影附近又有啥物景点。即马基隆灯塔也参附近的景点串联，加做一个完整的旅游路线。我们基隆灯塔从111年年底开始修缮，因为期间有发现一些相关遗址，然后因为要保留遗址，发现遗址是日据时代旧的灯塔建物的相关遗址，所以延期了开放。开放目的是为了串联西岸、基隆港西岸各个景观，如秋子山灯塔、白米瓮炮台。虽然灯塔开放参观，不过因为注定室内底较矮，加上要有协助船只出入的任务，所以这部分无对外开放。台湾真做一个海岛国家，交通部航港局这几年大力推测灯塔的历史，互民众了解土海文化。现主时基隆灯塔就是全台第22座对外开放参观的灯塔。记者郭文婷随基隆报道。也那嘉南疗养院附设精神护理之家有引进预防跋倒的人工智慧照护，目的就是要预防老大人跋倒。住伫遮的时段，总共离开眠床，系统会发出警示，互护理站知影。这个新科技会当减轻护理人员的负担，也当提升照护品质。时段摕伫咧门床，便若起床离开病顶，系统的警报器就发出声音甲警示。这是护理之家引进的人工智慧照护系统。因为根据嘉南疗养院附设精神护理之家统计，因为捌发生这件住民暗时跋倒的事件，主要因为时段老化，加上部分有食安眠药啊。即摆有科技辅助斗3工，那减轻第一线人员的负担，住民拢感觉有这了后帮助真大。我规也袂点啦，啊若要起床就随有人来看啦。确实足多啊，爬开伊会叫。伊会叫，好，安尼恁即摆较少咧跋倒还是安怎？较少跋倒。院方表示，每时照护人员较少，技术较歹马上发现有人跋倒。即摆有辅具放伫咧眠床下底，结合床珠啊、压力的感测器，会随时发警示传到护理站，参护理人员的手机内底。系统来分析每一人困眠状况，只要任何状况，照护人员会随过去。护理长表示，仅使用到单，就不会发生跋倒的状况啊。我们也去跟工程师做了很多讨论，譬如讲，伊爱坐开时阵，我就爱发现讲，伊一定起床啊，可以赶快立即性的让工作人员到我的床边，好，就是协助他可以下床尿尿。所以我们很多件都是因为这样的及时，所以可以让我们的住民不在床边就是跌倒。虽然已经引进智慧照护，不过院方也是逐工带住民做运动，嘛安排各种无同的课程，通互因会当刺激脑部，延缓老化，保持健康甲活力。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镜头来中华的特殊教育学校有一个脑性麻痹的学生，因为先天性的限制，过去是无法度运动。即阵伊是透过辅具开始练习地板练球，实现伊做运动选手的梦想。那这套辅具嘛，摕到教育部特殊教育教具设计优等的肯定。运动助理员嘛是物理治疗师的郑嘉怡，替李宗宪选手穿辅具，透过图表选择几道关度，卡一压悬，球就会当顺势练出去。中华关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李宗宪，因为脑性麻痹，骹手无方便，过去根本无法度参与运动。即阵因为有辅具，互伊成功成做地板练球的运动员。今年5月，佮要代表中华关参加全国身心障碍运动会。你这个运动参与敢有感觉真欢喜？啊，参与的过程中，敢会真紧张？会哦。目前我们找到的就是右侧髋关节，目前的动作是最独立、最顺畅。但是上困难的是脚压起来，伊个
髋关节压起来这个动作没有办法往前推的力道，所以我们要解决它这个力道的问题它的力学的问题。物理治疗师田家怡讲，李宗宪选手正脚是上有力的，所以一参周正达老师做伙设计出适合李宗宪选手正脚使用的护具，嘛得到第7届教育部特殊教育教具设计优等的肯定。因为阮这个囡仔是一个标准的选手，这个物件都要符合这个国际的规定。我请学校资源、目光资源，这个扶轮社资源，甲尽量去找这个辅具厂商斗相共。这个囡仔呢，伊有迄个脚骨肢体上面的一些困难对这个囡仔来讲地板滚墙可能就是因唯一会当去参与会当去表现家己的一项活动中华关特殊教育学校表示，第8研究这项运动是针对重度动作控制困难的身心障碍者设计活动。学校嘛有成立校友队，透过团队比赛，让学生有交流的机会，会当活动身体，会当激头脑，一兼二顾。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今年是龙年，新的一年，真侪奖标拢会印农民历，也是通书，互民众会当免费来摕。内底呢有一寡会当看时看日的资料。嘉义县有庙宇，就结合文创设计，希望互在地传统的宗教文化，会当用无同款的方式来省少年人的注意。伫旧年过年前，一寡宫庙拢会印通书，互信众过年来庙里拜拜的时会当来摕。内底有24节气，阁会当看时看日。大部分的通书册皮拢是印宫庙的相片。不过，嘉义县梅山乡的邮局局，这回专工请少年人来设计，和传统的通书有无同的感觉。比较年轻化，然后比较吸引，就是我们年轻人会想要翻翻看它是，是什么书籍啊？嘉义梅山邮局局是1757年起的，古早的时是梅山乡附近53个砖头的信用中心。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庙方讲，会甲传统的通书结合文创设计，就是希望会当省少年人的介意。用咱4D也做一个设计的主轴，佮加上一行入来就看得到空调元水，规个做一个设计的发想，佮有咱规个正面的庙体，采用手绘、电脑绘图，来设计出来，比较有一个时下年轻人比较喜欢的文青风格。梅山邮局局讲，为清朝嘉庆年间，本家地区就有一句北港妈祖、嘉义新皇梅溪地爷、打鸟大师甲大埔拿水鬼的俗言，反映出梅山上帝公的信仰地位。庙方表示，这届新为通书做一个突破，希望刷来会当透过更较侪创意来传承宗教文化。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再来早起看世界，咱镜头来美国。美国即马当地举办消费电子展。头一届会当看到这大寸尺会当凹的电视，不过这台电视真贵，一台爱卖台票3700万。轻轻啊试遥控器凹起来，荧幕就会当拍开，比作是可以关为一个超级大电视。奥地利电视品牌伫 CES 2024消费电子展发表3款会当凹起来的电视，包括103寸、137寸和户外的301寸，价钱嘛对465万台票，高上贵超过台票3700万。现场展出的电视，伫设计上毋是使用凹起来的荧幕，是甲5个直式的荧幕用正有路的方式倒做137寸的荧幕，透过自动校正技术来消除黑色的接缝，互看的人有真好的视觉效果。Hey, how are you feeling today? I'm feeling great today. You seem to be in a fantastic mood, and your smile is utterly contagious. 法国一间智慧健康科技公司是发表全球第1款 AI 的智慧镜，会当分辨使用者的情绪，而且帮助因来管理压力。根据官方的介绍，这款 AI 的镜是透过灯和使用者的手势、语音的指令来分辨无同的情绪，佫会当根据使用者的心情来调整内容。If you are feeling stressed, it's going to recommend you a relaxation meditation. And the good thing is, like, since we have the mirror, we can combine light, sound, and display at the same time to create
the perfect environment for your meditation. 结合 AI 技术的有整数鞋，主要是针对需要常常行来行去的外送人员，抗报告的程度，也是爱伫个户外巡视检修的工作人员打造的。去年宣布推出10组链仔，讲是会当互行的速度提悬2.5倍，售价是超过台票43000。今年是甲链仔组减少到6组，意思就是当量减轻，但是行路的速度煞会当近3倍。按算伫今年的7月上市，但是还未公布伊的计数。The faster you walk, the faster they go with you. The slower you walk, they slow down with you. They all synchronize with the walking pace you have. 另外一款是甲智慧手机的保护壳，用木下骹来加实体的起盘，起盘的形是圆的，齿子是实体控做的，佫会当发光。齿子含电路板会当拆，要清的时阵较方便。价值是对4300台票起跳。保护壳有2种色，一种是亲像大黄蜂的黄色，另外一种是敢若伦敦的天顶，看起来拢是朴朴的朴色。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即马将事件困伫车顶露营，伫美国加州就有一间新创公司用研发 iPhone 的经验设计电动露营车，听讲操作真利便，咱做回来看。All right, welcome home. 真看高光的设计，这是加州新创公司配部上新推出的电动露营车 Flow。创办人杨炳瑞有9年 iPhone 研发团队经验，伊甲来自苹果、特斯拉等公司的人才，以电动 RV 界的 iPhone 为目标，打造全电动露营拖车 Flow， 希望带来 iPhone 同款的操作体验。It's an all-electric, hassle-free travel trailer. It's also a semi-autonomous vehicle and a next-generation smart home, all 3 in 1. So with this, we have a 45 kilowatt-hour EV battery that our user can live off the grid for up to 1 entire week. 流线外形兼顾美观，甲减少空气阻力2大功能。配部Flow有1000瓦太阳能板、45,000瓦点钟的大容量电池，会当强电1天，无论是停止拄定公路、露营地点，都会当继续充电。也佫有只要伫边仔操作 iPad mini 平板，Flow 就会当刷动，连靠也是下里所拖的车辆，所有动作只要用手镜头回一就会当完成。若甲传统的房车比，配部Flow的内装设计更加瓦劲，所谓游牧民族。有长岛会当办公，车内有大眠床，也有一张会当收藏的小人床，会当困4至6个人。Unlike a traditional RV, people only use 2 to 3 weeks out of the entire year. Rest of the time, you just sit in storage. It's actually really wasteful, right? We designed this to be never idle. You can use this as an RV if you want to go travel with your family. You can park this in your backyard and use this as an additional room or office or a guest room for your home. 配部Flow有计2024年底上市。计销大约125000美金，大约新台票384万。美国露营车产业协会观察到，疫情了后，大众更加想要挖进大自然。美国买露营拖车的年纪当咧下降，那少年世代关注全球暖化议题，也影响伊较爱买电动拖车，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公司新闻新闻编译。坐飞机会寄行李，三不五时有当时会发生行李碰见的代志。加在大部分的行李尾也拢会当找到，也毋过呢，嘛是有一寡行李尾也是无人来领。美国即马就有一间卖场，专门把这无人领的行李内底物件摕出来，整理了了后，二手拍卖。那这间店嘛，请真侪人来交关。5花十色商品看起来都亲像一般的大卖场，不过这间购物中心内底卖物件无甲落共款。这是伫美国阿拉巴马州的一间卖场，商品拢是无人认领行李内底物件，因为卖计销是原价3到8折，所以吸引真侪人特别来买。But one year I got a Tiffany bracelet, and it was just a little silver bracelet. 2 years later, I come in here and there's 2 Tiffany's just like that, and they're very inexpensive and they're sterling silver. So I get them for my daughter. They're now worth a lot of money. 无人认领行李是指伫个90天内，或者是更较长的时间内无人认领行李。行李判件有99.5%几率会找回来。不过美国交通部统计，每年有200万的行李无法度找回来，这行李就流向这个卖场。That get lost most are things like books, coats, headphones, water bottles. Oh my goodness, at the water bottles that come through here any given month. And what's really cool is we're only able to sell a little bit of those things, and so we're able to donate those to some amazing charities.
根据统计，欧洲是碰见行李上侪所在，平均1000个旅客到7.29件行李碰见。英国4间大型拍卖行每礼拜会公开拍卖，伫机场放超过100公的行李，啊，毋过这行李拢锁起来，看人靠外观内有内底物件，因买到什么款的物件都看运气咯。公司新闻陈慧珍报道。天气不知在，咱同齐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1度，上悬22度；中部的温度上低是10度，上悬23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1度，上悬25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2度，上悬22度。外岛的温度10度至20度。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专心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